敢问李将军是怎么认识公主的？我曾是萧小侯爷之父萧老国公的部将，所以在萧府见过公主几次。不过，公主并不认识我。前些日子听闻京城消息，说公主仙逝了，我还真为公主难过痛惜啊。此事说来话长。公主此举定有其难言之隐，既然不便说，我也不会多问。不过此地地处边境，鱼龙混杂，公主恐怕会有危险。多谢将军。这个末将有一事，希望李将军帮忙。兄弟，请说。公主诈死之事，希望将军千万要保密。嗨，兄弟，这是哪里话？我李牧虽是一介武夫，但也懂得各中利害。更何况我曾受萧老国公之恩，公主又是先萧皇后之女，也是萧家中人嘛，这滴水之恩定当有权相报。您放心，公主之事我绝不会泄露只言片语。多谢将军。这萧小侯爷可知道公主来了此地吗？我已经让人送信给萧小侯爷，不日他便会来南疆跟公主会合。哈，太好了！上次小侯爷来此，我没能招呼上，这次可要好好款待一下。这样，你和公主留在我府中居住。我这府里有一处别院，环境清幽，可以让公主留下养伤。将军好意，末将心领了。就是不敢劳烦将军，我们住客栈就可以了。哎，兄弟，不用客气，你我可是军中同僚兄弟。我知你不愿受人恩惠，可是你也要为公主考虑啊。客栈人多眼杂，公主住在那儿恐怕会有闪失。况且我见公主额头上有伤，留在府中也好照应保护啊。哎，兄弟，不要再推辞了，要不然我可要生气了。既然如此，末将感激不尽。还陪公主，多谢将军。哎，兄弟不用客气，你我本是军中兄弟，理应互相关照嘛。我这府邸原是上任将军所留，我没有妻子和家眷，平日又忙于军务，常驻营内，很少回府，所以府中大多空置，可以让公主留下来养伤。我还会派兵严加防守，你们尽管放心的住在这里，就当是自己家里。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谢谢将军。没想到，距离京城那么远，还能遇到知道我公主身份的人。只是那位李将军，的确没见过。你是公主，见你的人都得低头叩拜，你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认得。萧府对李将军有恩，今天能够遇见他，又蒙他报恩心切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我现在是民女，没办法像以前再向父皇要些赏赐给他。大哥，你说他应该不会暴露我的行踪吧？李将军为人耿直，绝非贪图富贵权力之人。你就安心住在这里，总比住在客栈安全得多，又可以隐藏身份，又可以好好休息养伤。其他事情交给大哥来处理。大哥，你说我的妖艳会不会无法除去？我会不会变成妖怪啊？别胡思乱想了，安心的睡一觉。大哥一定会想办法帮你除掉这个妖印的。大哥，静儿很害怕，怕以后不能再和大哥在一起，怕和大哥分开。不会的，大哥一定好好保护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任何伤害，我保证。大哥，谢谢你。
静儿，其实心里很开心，又能和大哥在一起，真好。难道彩雀真的是妖怪？不可能，他人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是妖怪呢？对，彩雀的师傅是仙人，那彩雀是仙人也有可能啊。不行，我去问清楚。彩雀，彩雀，吃饭了。彩雀，彩雀。还说我傻，你才是傻丫头，坐在椅子上都睡着了，也不怕着凉。喂，你是捉妖师，你怎么可以起色心呢？太丢人，太卑鄙，太龌龊了。你要平静，你要平静，你要平静。傻子。你是彩雀派来的吗？李靖获救，姐姐速来。小维要去南疆，烦请大人送我一程。我看你是越来越不知所谓了，竟然敢驱使起本尊来。小维不敢，只是想请大人助我完成赌约。你是担心李靖近水楼台，还是担心王英移情别恋？凡间男子，哪个能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？我现在的灵力不足，不能日行千里。几日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朝夕相处，也足以让一个男子对另一个女子动心。倘若那个李靖真的勾了王大哥的心，那我岂不是要多花些时日，才能让王大哥重新爱上我？这样也浪费了大人您的宝贵时间呀。这么着急的去见你的王英，不需要向你相交甚欢的萧公子打个招呼吗？我在乎的只有王英一人，其他人与我何干？难道我小维想去哪里，要做什么，
还得告诉他不成？大人，是否觉得小维凉薄无情呢？你又不是人，无心无情又有何奇怪？你若有情有义，本尊反而会担心这赌约输了给你。你好大的胆，竟然敢骗我！司徒不明白，王后所指何事啊？你之前信誓旦旦，说只要取得金黄心窍便可以救大王子。可如今京城传来消息，靖公主暴病已死，连金黄心窍也成了空谈了吧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救大王子。原来王后是为此事而来。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？我看你就是存心看着我们母子遭殃。司徒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大王子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。王后先别急，你先听我说。我得到万奴的消息，他说靖公主是诈死。诈死？正是。那靖公主不想远嫁异族和亲，所以使用诈死之术蒙蔽众人。现如今，她已经逃离了皇宫。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我司徒若心怀不轨，大王子他走火入魔，我便袖手旁观，置之不理便可。我何必要日夜不停地为大王子研制保命的丹药，又派万奴到京城去要挟郑吉，大费周章的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要尽快找到金黄公主。你不是说她已经逃出皇宫了吗？这茫茫人海，你让我怎么找啊？别急嘛，我已经接到万奴的消息，说那郑吉正在前往南疆的路上，想必那个靖公主也会来到南疆的。郑吉那个孽种，他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效力呢？郑吉他是个孝子，现如今他娘掌握在我们手上，你还怕他会不听我们的吗？更何况那个万奴在监视其左右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况且那郑吉，他有我们不具备的优势。那个孽种有什么优势？哎，郑吉他现如今是京城禁军的副尉，又和那个李靖相交甚好。我想要取得金黄心窍，那便指日可待。这倒是一招妙棋。不过，如果那个孽种不能帮我取到金黄心窍，到时候可就别怪我挖他娘的心，给大王子陪葬了。这个自然。阿莲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郑大哥你别担心，只是那匹马。郑大哥，我先去前面看看，很快就回来。好。吉祥节，吉祥节，2文钱一对，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。吉祥节，2文钱一对，吉祥节，吉祥节，2文钱一对。这个是吉祥节，吉祥如意，双双对对。郑大哥，郑大哥，你在这儿看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我故乡的娘亲来。郑大哥，能经常想起你娘，可真是难得。她有你这样的好儿子，可真是有福气。
是，公子，来一对吧，跟这姑娘正好，吉祥如意，双双对对。老板，你弄错了。大姑娘害羞，还是公子买吧，凑个好意头也行啊。不，郑大哥，咱们还是走吧。阿莲姑娘，你买到马了吗？我去看马了，只是马匹太贵了，若是买的话，恐怕连你我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没有马，我们怎么赶路啊？对不起，郑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身上没有钱，这些日子吃的用的都是你在破费不说，我还把马给跑伤了。哎，你不用自责，是我太心急，日夜兼程才会这样的。不，郑大哥，都是我拖累了你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骑着马赶去南疆，我随后想办法再赶上就行了。公主现在不知安危，你是除妖师，不去怎么行呢？现在时间紧迫，阿莲姑娘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跟我同骑一匹马怎么样？我没关系。你要是觉得不方便，那就算了。哎，郑大哥，江湖儿女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、不拘小节的，没关系，救人最重要。我们一起走吧。那好吧，我们上路吧。静儿，等着我。驾！小维，小维，大哥来信了，他们救出静儿了。小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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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吗？小维。奇怪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小维又去哪儿了？萧公子，请恕小维不告而别。小维挂念王大哥和公主，寝食难安，实难再等待下去。恐萧公子劝阻，小维先行告辞，返回南疆。还请公子多多见谅。小维上。真是的，走得一声不吭的。大哥临走时将小维托付于我，如今小维独自离开，我怎么向大哥交代啊？小维一个弱女子孤身赶路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坏人。不行，我这就追她回来。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什么大哥嘱托，无法交代，我看根本就是你紧张的如花似玉的小维吧。明明是为了自己，还要搬出王大哥做挡箭牌。小维一个柔弱女子孤身上路，自然令人担忧。要换你这么粗枝大叶、彪悍如男的丑女，本侯爷才不会担心呢。本侯爷反而担心那些贼匪会不会被你吓死。你，哎呀，你看你，这生什么气呀？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当什么真呢？我没事，小侯爷，如若担心小薇，便去追吧。只是还请小侯爷开恩，带上阿嬷一起。你伤势未愈，还是留在府里养伤，我自己去追就可以了。我只是想尽快见到公主。可是你的伤还没好。阿嬷明鉴，可以自己骑马赶路，不需要侯爷担心。请侯爷放心，阿嬷一定不会拖累侯爷的。哎呀，就你这身子，就算路上不拖累我，到了南疆也会拖累大哥跟静儿。反正静儿已经获救，又有大哥照顾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也不少。你还是好好养伤吧。小维只记得大人答应带我去南疆，不记得要陪大人游山玩水。灭虎，不准你打扰主人。大人不是一向说凡间污秽丛生，自然不屑于这凡尘俗景，怎么突然会对凡间的景色这么感兴趣啊？
既然大人无话可说，那小维就不打扰大人雅兴了，告辞。脾气还不小。以大人的法术，带小维飞天遁地，急到南疆。你如果不答应我，就趁早拒绝我，何苦这样故意拖延，游山玩水？你这样戏弄我，到底是何用意？天地造物必有其因，本尊一直不明白，你为何如此贪恋人间，也正好借此机会亲眼看看人间景致，好好参悟一番。不然本尊为何要帮你？那大人参悟的结果如何？人即是人，妖即是妖。妖若想做人，就得有人的样子。小维受教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让我灰飞烟灭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原来是场梦。三妹，不用害怕，我把方大夫请过来了。不要，我不要见人，我不要看大夫，我不要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三妹，方大夫医术高超，之前又帮你治过伤的，你让他帮你看看吧。不要，我不要见人，我不要见人，我不要见人，我不要看大夫，我不要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姑娘，老朽诊病从不会泄露妄言病人的病症，还请姑娘放心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没病，我这个不是普通的伤病，普通大夫治不好的，我不要。姑娘，老朽久居南疆，对疑难杂症、巫蛊之术还是有些了解的，或许有办法医治姑娘的病。不要，三妹，三妹，不要害怕，大哥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别怕，大哥在这儿呢。小雀，南疆特产，来，很好吃的，尝尝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怎么有求于我？你怎么知道？傻子，什么事情都挂在脸上。你现在啊，满脸就写着2个字：巴结。难道我看不出来啊？有那么明显吗？有啊，要不要照镜子？不要了。彩雀，你果然是冰雪聪明，一眼就能看出我心中所想，果然非寻常女子。当然了，说吧，求我什么事？啊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有什么办法能去掉公主额头上的妖咒？你问我干什么？你是除妖师都没办法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可是，大毒妖术只有妖和仙能解，除妖师只能除妖，却不能解咒。你并非寻常女子，我就想，你是不是有办法救公主啊？我要是有办法的话，早救她了，还请我师傅来干什么？可是你师傅不是仙人吗？你跟在他身边，难道他不会教你一些什么仙术之类的吗？你是不是也会仙术之类的？或者你，就是我就是想，你是不是也可以帮上什么忙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觉得我是仙还是妖啊？反正就觉得我不是人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彩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
还说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李靖额头上的妖咒不是我下的，我也不懂什么仙术，没法帮他。难道有错吗？哎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公主额头上的妖咒挺可怕的，昨日印记还小，今日一下子变那么大，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。你师父不是仙人吗？你看能不能请他再来一趟，帮公主解咒，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欢喜？谁欢喜啊？把他治好了，让他跟王英2个人郎情妾意，将我姐姐弃之不顾。彩雀，好人会有好报。你们仙人不都是菩萨心肠，救人救到底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菩萨心肠，要不是姐姐求我，我才懒得千里迢迢跑来救人，劳神费力不说，还被你一顿数落，怀疑我不是人。哼！夫人说，师父说的没错，人都一样，一个个得寸进尺，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。彩雀，你是最好的人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的错，你就原谅我吧。那你说，
你错在哪里了？我错在哪里？我错在说你是，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油腔滑调，想哄我原谅你没那么容易。哎，别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那你说你究竟错在哪里了？我错在，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。哎，彩雀，要不你告诉我错在哪里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懒得理你，别跟着我。哎，彩雀，我保证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这次你就原谅我吧。王大哥。哎，彩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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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大哥，彩雀回来了吗？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都怪我不好，惹得彩雀生气跑开了。都这么晚了，我还以为他回来了呢。不行，我再去找找。别去了，你不用担心，彩雀她会武功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等她晚一点回来，你跟她认个错，她的气消了也就没事了。只要她赶紧回来，我怎么认错都行。哎，王大哥，公主的伤势怎么样了？今天方大夫来看过了，他也是无能为力。不过他跟我说，巫神山上有一种酒仙花可以驱除妖咒，我准备明天上山去采。巫神山，一听名字就知道山中凶险难测。王大哥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这是唯一能够治好三妹的方法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要试试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跟王大哥一块儿去吧。不行。也不知道彩雀什么时候回来，府里不能没有人，而且三妹也需要人照顾，就麻烦你帮我照顾三妹了。万一我回不来，那三妹就托付给你了。王大哥，你别说丧气话，你一定能平安回来的。三妹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大哥，你说我是不是罪孽深重，所以老天才会如此的针对我，让我一难未平，一难又起？别胡思乱想，你心地善良，这一切都是上天在磨练你，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的。你要相信，上天一定会保佑你，也会保佑我，摘到酒仙花，恢复你的容貌的。不要，大哥不要去。静儿宁可不要容貌，也不要大哥为我设限。这可是大哥头一次去采花，你也不说支持我一下。我们有伤就治，有病就除。我一定可以帮你治好的。那好，我要和大哥一起去。看来我刚才的话都白说了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活着把酒仙花带回来，治好你的脸。相信我。王校尉。什么事啊？傍晚有人来军营找您，说是您的朋友，李将军已经将他们接进书房，请您过去一趟。啊，莲儿姑娘，郑兄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王大哥，我是来找公主的。王大哥，我师弟呢？没想到公主诈死离宫，竟然遇到这么多事情。可惜我还是晚来了一步，一点忙都没帮上。郑贤弟不远千里，赶来保护三妹，这份情谊已经足够了。我替我三妹谢过你了。哎，王大哥见外了。
当初要不是你和公主相救，恐怕我早已死在荒野河边。你们的救命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以后有什么事情，王大哥尽管吩咐就是。郑兄弟是王校尉和公主的朋友，那就是自己人嘛，自己人就无需客套了。我这就让人给你准备房间。劳烦李将军了。哪里的话，兄弟是性情中人，我欢迎还来不及呢。如若不嫌这军中艰苦，不如留下来和我和兄弟们一起镇守边关，重建功名。多谢李将军的好意，只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公主的安危，不知可否让我先见一见公主？这。这么晚了，彩雀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要是饿着怎么办啊？他带钱了吗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师弟，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可算找到你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师姐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我怎么慢慢说啊？我连伤都没好就来找你了，就怕你出事。你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没事没事，你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就知道是你师父我爹在天之灵保佑你斩妖除魔。哎，怎么杀的老妖啊？用的哪招哪式？哎，别告诉我是王英的金刀不是你斩妖除魔的本事。跟你说话呢。啊？我来了你不高兴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就知道，肯定是你和彩雀混在一块儿，就把我这师姐给忘了。不是不是不是什么？妖女呢？她不是妖。师姐，你别乱说。你急什么呀？我就是觉得她行为诡异，像个妖。你也觉得她有不同寻常之处了吧？她到底是不是妖啊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师姐你不要乱想。哎，师姐，你怎么瘦了也黑了？萧公子没有跟你一起来啊？他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你啊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理论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我真的黑了瘦了，是不是很难看啊？也没有，师姐你还是挺白，挺好看的。走，带我去见萧公子。哎，我才不去呢，我又不是跟萧公子一起来的。再说了，人家侯门公子面子大，哼，我早就不住在萧府了，我是跟郑大哥一起来的。郑大哥。郑吉救驾来迟，让公主受苦了。快起来，郑兄无需多礼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公主了，只是李靖，民女李靖。公主，哦不，静儿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吉人天相，一定会化险为夷的。明日我就和王大哥一起到无神山，为你寻九仙花。不行，郑兄，你为了我放弃了官职前程，我怎么能够让你再为静儿冒险呢？不行。静儿，之前你被老妖抓去，我就不在你的身边，未能保护你的周全，只好除老妖，我又姗姗来迟。若不能再为你做点事情的话，那就真枉为你的朋友了。郑兄，你的好意静儿心领了。只是因为我连累你们那么多人，绝对不能够再让你们为我冒险了。静儿，你这般阻拦，是不相信我郑吉的能力，还是不愿意把我当朋友？三妹，正显立一番盛情，你就不要推脱了。有我们俩结伴同行，你大可放心。若你们要去巫神山，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否则，我宁可不至。不行，那你们也不能去。那我们就一起去。还好师姐累得睡着了，要不然又要骂死我。我是往这边找呢，还是往这边找？不行，万一彩雀回来怎么办？
彩雀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臭螳螂，笨蛋，傻子！都这么晚了还不出来找我，难道就不担心我吗？傻子，傻子，傻子，傻子！好饿，我好累哦。都是你个臭傻子，害我连虫子都吃不了。哎呀，我怎么会一直想到他？不行，我是妖，绝对不会对人动情。不会，我要清醒，清醒！彩雀，彩雀！不对，肯定是我的幻觉。彩雀，你在哪里啊？这傻子还真来找我了，算你还有良心，那我原谅你了。姐姐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。